去哪儿啊？准备道具。准备什么道具？这样不太好吧？闭嘴，跟着我就行了。你确定？江明一中一共4层，摄像头分布在每层拐角。根据地图来看，大拐角有4个，小拐角有16个，每层一共20个，4层一共80个监控范围。但是，其中有5个监控盲点。媳妇儿，我这边教案看完了，马上就回去啊。哎，拜拜。有人！嘘，嘘，这里有监控，小心点。这么了解？你是小偷，来学校踩过点吗？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复战。都已经这样了。小心点儿。你看吧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江正涵，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惯犯？这学校就是你盗窃目标。什么惯犯？赶紧进来。进来啊！你不进来，更容易被老师发现。